后来乡亲啊，搁较无2礼拜，巴黎奥运就要正式来开幕。盛会这2天，伫巴黎各大景点来团赏，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 舞者穿法国国旗红蓝白3色礼服，对音乐跳空空舞，将因上招牌踏脚腿动作紧接巴黎奥运盛会。Qui n'ont peut-être pas trop une idée de ce que c'est le French Cancan. Du coup, on est content de pouvoir partager ce moment avec tout le monde. 奥运盛会伫咧西转法国70天后，总算伫咧法国国庆节到首都巴黎，连续2天伫咧巴黎市各大景点。15号来到知名地标，有135年历史好模仿。今年4月风车叶仔意外登起，6月有到新的起哩，赶伫咧奥运开幕前会开。 盛会经过信心大教堂，伫咧凯旋门边的无名历史崩头前举办盛会交接仪式。随着来到详细历史地图，民众伫咧街路边列队欢迎，看运动员团赏盛会风采。盛会嘛来到奥运比赛场馆和 LV 基金会博物馆，搁在巴黎地铁趟过16号来到埃菲尔铁塔，由法国 BMX 选手马蒂亚斯也会配，伊个表演一段单车特技。I'm from Paris and I'm grew up playing so much sport and grew up watching the Olympics and it was a dream to be a part of it and today will be really special. I will remember this day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盛会随嚟社会塞纳圣丹尼选手村美术比赛举办场地凡尔赛顶附近的城市，将机会会伫咧开幕期搁登来到巴黎。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